耳边风，终日与文夫进来报故园。我这里自归房子里空。哎呀呀，娘子送着到府中唱歌谣，宁做太平圈，不做乱世人。是我了，我了。你呀，你呀，这分明是民间爱好，那是你府中歌谣，你唱的是。夜半为人妻，途中姑姑叫。哎呀呀，是了，是了，是我夜半为人妻，途中姑姑叫了，是我了，我你呀，娘子，你吃过了吗？我吃过了，你快吃吧。娘子，早起好像听你说过，今日无米下过了，此刻这米你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买了卷牌换了来的。不对。你那几个的卷牌，不是已经被大嫂拿去顶摘了吗？此刻哪里的什么卷为你用？娘子，莫非你把秋袄也跌卖了？我
你我是自动到好夫妻，你看这万年师表相修去，万岁娘东江之酒，人万六七年，弟弟无名，无名分无间，相公分几杯。看相公胸有几杯，我才艺能够比我自从天。自我忙定两头，真用力定天。相公啊，红日子当西装，这一句把万意思表去头边。闻天为王早已人，我一月指标是头先，只可待路途迢迢千里远，所中空不应见。王妃的做儿个心他，你的婚儿郎在下已经退，教育相公去当兵，云彩梦。一天才不有，心碎才对不起王国的冤，才就贤。想当初你是这里红烧苏家来，林路之菜样样甜，娘子你为祖母上京前无知，我倒是念尽了你配家庭，我来你一日三餐难饱腹，我来你衣衫带布难俱完，我来你冷草逆风早把烟，我来你贫贱脆弱才人难见。爹娘
请问相公，你官为平安，苦苦工作，为了什么？论儿读书，自才自古恩天心。早啊，相公不分进路，自在治国天将，为其三他之福，岂不尽妇道之本吗？人间使用，老太婆已保了半天了。赵家只有面布，李家只有桃子，要严正地一不了银子啊！我想来想去，只有苏大娘子才能买得起你。哎，没法子，只到苏大娘屋里走走。
家有个短枪，还少不了派上你呢。哎，我这里有红头警察一张，我想的呀，只有你才能买得起呀。就是你上次同我说的那一次，你可事情我不是叫你弄来了吗？快的是张有罪呀！我来我去的，上次是我舅太太做手，我要买只菜做手礼。你又说二娘子爱菜是命，到不了手，事情受人一顾，我要买什么菜呢？你还是到别家去吗？哎呀，不摸大娘之身，只要两公要去进宫对抗，就等人间使用，喂饱了半天了。赵家只有年补，李家只有桃子，我想你啊，要严正的银子，我想来想去，除了你以外，有谁才能买得起呀？这我就算又要出门了，都叫我送了个便宜货来了。张妈妈，清官清了灵归灵，生意归生意，那么你说要卖多少银两啊？哎呀，这还要问吗？还是以你上次的价100两银子，100两。哎，世界的兵荒马乱的，谁会有这么多银钱来买这种东西呀？再多啊，也只不过给你30两。30两，看你说得出口，买就买，不买就算。哎呀，两公就等人间使用，叫我做主，我这个只手做得了啊！我是大娘子，80两手啊！70两，那么60两呢？哎呀，50两真可买到！哎呀，好了好了，张妈妈，你到我门上也是老买卖了，50两就50两，丞相拿银子去。让我问我二娘子这个道理，还商量什么？金菜留下，银子拿去，不买再来还你也不迟啊！哎呀，这个毛巾啊，一过他的手就难以找回来了。大娘，张妈妈。50两银子，我将儿孙子借我不计使用，欠我租金5两。去你舅太太之手，借去黄酒1罐，也欠5两；借去棉花1袋，也欠5两。这样连本带利，也岂是20两银子？我多扣下了，这里还有30两银子，你拿去吧。我说大娘子啊，银是银，银是银，我张妈不欠你家的银子哦，这20两银子啊，可不能从我手中取走喽。这个老母亲啊！
阿伯娘，阿母娘来，去。聪儿，今日中去，乃是多元佳节，理该叫妻子夫妇一同努来多元才是。这个老糊涂啊，就是偏爱小儿子。哎呀，公公婆婆啊，我说我那几次兄弟呀，也真是整天读书，把头多混呐。今日是中秋佳节，他还不向公婆大人来拜节送礼。对，他整天自由，可是这里真是要又不自理了。家门不严，出自穷说，替他做人。公公啊，说他穷啊，我还真的穷苦的。刚才他们警察叫去张马点来银子，吵架摘桃子，离家摘棉布，要营生的银子啊，买来买去，还不是买到我苏家门上来了吗？妈，这只警察是我深深的败家之本，要是买到别家去呀，我苏家岂对人家消化了吗？丧家之子，就我苏家的颜面都登尽了。也是个不争气的儿。哎呀，是呀，这样下去，这怕连累老母的4郎多年都要点得差不多啦。哪里话嘞？好嘛，雷女，来，好不了。为儿霸气，罢了，兄嫂，小弟有礼了。既然来了，丞相快听过剧中来事。哎呀，几次兄弟，今日是有人在身，平时吃饱了来的，还是留着我日再来吧。母亲，儿母已经用过了，既然如此，受过也罢。公公婆婆啊，几次兄弟真是个小子，今日的中秋佳节，他就巴巴切的接儿老拜节送礼来了。嫂嫂休要取笑，小弟我来日匆匆未备接礼。哦，对，那么一定是请公公兄嫂一起到后院去饮酒赏月。去，我们大家一起去。嫂嫂，小弟我并未备得酒宴。啊，没有啊，那么是嫂嫂还长路啦。既然如此，你来做人，一来大王爹娘兄嫂，妈妈儿来哩，那儿母爹娘兄嫂苏家
回家，害我所将对面。美酒小麦加肉汤，那条女子我再也去了吧，洗着楼板换肚肠，14个兄长眼里兄弟呀，和弟娘子好气头最高。承前大志助他立，参见华年无生娘。去做生意，都玩一个本领会玩的神子，甚至他的军当去有所，那这个牛魔的当头有去无为啦。二郎，此去经方千里迢迢，我必自讨苦吃，万日何去的好？母亲，儿我屈指已久。总儿，母亲，四亲兄弟理当相助。这啥子再不接他，老婆婆的死亡动静都要点光了。七嘴旁，我是几子兄弟呀，你兄有大志，做姑姑的应该竭力相帮。这是我身边不缺席，我这里还有3件银子，你再去拿去，才是你得官回来，全是我兄长手里一份厚礼。才是你落地回来呢，就连背带里一同归我啊！哎呀，我说兄长啊，兄长，你真不枉是个经济之人。你这3件银子到底是用来当发钱给你，还是用来放炸的哟？哟，你还也真少啊！阿娘，我说几子兄弟呀，你不要小看这3件银子，这3件银子，你说是拿去做个小本买卖，你2小口子还能吃上一顿饱饭。你说是在路上生了病，每天1钱，还能救得一命。我倒担心你死在路上，害你兄长这3件银子都要泡汤啦。嫂嫂，你讲的是什么话？难道我这堂堂7成儿还不是你这3件银子吗？哟，好一个堂堂7成儿，这辈子还得征服这3件银子呢。我这3件银子落在神前与神前，你手紧在神前掏神前，要去拿去，不要去走。
山真美影，我残切咽下小人吃。为何去而不发？我此一去，啥能亲近并生缘？海来人，昆仑得遇，有四海望爹娘，千里送汉迎两间。要想富贵呀，我稍稍倒有一笔，你笔住嘞，心中我生老命哟。嫂嫂，我劝你是一笔爱人的富贵，小看我做之人，我把你伤过之人也可一笔。我听听，你把我们伤过之人比作何来？苍蝇飞来飞去，不离粪土，真理不过无诚心，问不他人为是谁？修到你安前就入门，我看来却是苍蝇顶缸人可怜。我听听，那你把做事之人又比作何来呢？人龙今天
去吧。这50两银子快在水里玩微笑，接他呀！你懂得什么？我死于逃离。几子兄弟呀，你拿去吧。耶，他起来接你，我接着他又不要了，带起仇家子来了。二郎，既蒙兄早相助，你就随下了吧。母亲，拿去吧，不可任性，免得伤了弟兄和妻。既然是此，小弟我受听已从今报还。买，这是把花花的50两银子呀，就这样轻轻巧巧的一伸手就了事了吗？哦，对，待我与你写下家庭人情。买，家庭婚亲都是不要的，我要你跪下来接。这寡母何去几亲，望见亲，粗把披上都一看，我堂堂七层君子身影，岂能够为你死里一笑人？瞒到你心中无声音，要诉尽屈膝跪求。难道我这50两银子卖你这么一回，倒还委屈了你不成？君子可折不可屈，就是我死也不认你的银子。那你两手空空，这样取得几方？我就是言多就气，也能取得。好威风，一字气；好威风，一字气。你等着，谁终于我威风之日？好，我等着。你数尽才能走过回来，我稍稍头顶相关，三步一回，见到结婚的前来接你。谢你稍稍美意，到那时快破你的膝盖，休要怨恨小的。只怕你落魄顽强的，那就跟你头顶相关，三步一回，请出门来。我舍不得过，也无脸为门。
兄嫂结义同恩结仇，想那日离家之时，为知兄嫂临若反目相争，不曾理不得功名，用功为本。司机，我落魄晚霞，下路时候心真凉，委屈不成，委屈不得，委屈不得。一表，一陪那空生老人化作灰烬。这是我从兵转身，身不分文，曾经的山高水深，路途艰辛，岂不忍啊？岂不从无亲恩，他这次归故争天下，不孝一个这平安书生，昔也忘人，不去也罢，不去也罢。天下
发内兵营，你枉夺四书破万军，岂可缺得情深？一笑天下人，苏静啊苏静，你今日错了，你今日错了，兄嫂临若谁难忍？势利小人不做人，恨结相是也能，更应该激励他子从小表本。想些人，越往归去，路径上班，东山再起。苏静啊苏静，你真不要发孤人要勇往，我心常担，深入此为家重修。
既怀定，你为何来听听自为美？你们是蛤蟆不知男人空，无中有男人用，都有地老家门口，到头来厚着脸皮回家中。手碟不朽飘回，诉起告辞了。你要到哪里去？为王不死啊！为知情，谁做同胞称马生，所
皇帝给他信，他为我夜叉随路人，他为我随尽凶杀千本数，他为我公布怎么不愿生，他为我一吻破竹还不完，为呀记着恩情深，倘让我自暴自弃，伤自弃，娘子一生引往造成累。倘让我自暴自弃，伤自弃，恰好是刚到妻子他我好不争气。家自将，曾万代自今，心里以为明则不清，
哎呀呀，我怎能贪谁呀？哎，我好不争气也。今夜来不得为此张不舍弃。
常有根，如今可是两百生只有七笔生根根，他有千座私人引起无心之恩。话在不尊正贵姓，情报不用无数情，万语落高苦对分，万里山七个去，难道是富有一人生多情？不要死的兵法从有天降大人于世人也，必须谋之心志，劳之筋骨，肃清原谅公道，乃是应受古人之训教也。你所想的是为血脉相我，你是材料，我和你为你不好，不好，相逢。好，我属下就是的。
已松开关进殿门，怎为得离了心帮就如此笨？哎呀，娘子此言有理，你是说与我用我对我先来。我心即是虎门，这两眼偏作恨。
我不是吩咐拥抱门前如黑的血扫光净吗？这里的血我是要上的，你烧了叫我上什么？哼！乌鸦想开屏，楚母也没人，重用丈夫不正的在外冤枉，自己拦在我家吃盐饭，连个鞋都烧不响，还想做夫人，好不知羞耻。穷鬼出门3年整，平常是无事他想做冤魂，待到二老归天去，再问问你家人，无一人看。是for我面前城，我手腕不及他难渡山。哼，他要是想留在我家呀，应叫他从左入平，入下登山。乡亲们敬礼！素贞乡亲们的国是天下太平，大家安居乐业。今日他为转了阳，家家户户必须瓜分结菜，点脚吃香，到家门口去迎接。哎，李生大哥，啊，李生大哥，你在想什么？哦，如果素贞乡永远为下，哎，快去迎接。李生大哥，啊，我有什么事啊？你不知道这个丞相叫什么名字啊？丞相名为七口乱刀啊！哎，姓氏啊，叫什么鸡？我叫苏鸡。不可乱刀，不可乱刀啊！苏丞相，为相。苏人相，为相。哎呀，莫非就是他？哎呀，公公婆婆啊，你们快来呀！做什么啊？哎呀，公公，妻子兄弟走了6个多人相回来了。啊，有2个苦农家。哎呀！好呀不呀，怎么是1个苦东江啊？公公，不是苦东江，是6个都丞相。好了，哪里来的6个都丞相？等于是落了一个吉祥木相回来。公公啊，听说是走了6个丞相回来了。我这儿媳妇啊，昨日里为娘起的大嘴疼，家门之中人疼亲戚。公子儿出门迎常必为端，妻子儿离家这句多华丽。我这里姑姑戚戚心满乱，有农子鸟的挖苦人。今天我讲了真话，他们都不相信我了。唉，听说书记用妖怪，得来书教报喜讯。冤枉在家吗？冤枉在家吗？谁长来了？谁长清楚？冤枉！听说2个人去围报，魏王母在十分器重嘛。他有16个，不用1刀1枪，不伤1兵1卒，
使天下总享太平。老王见喜，将他封为老虎丞相。我比他真的做过了。姥姥，一人虚荣，二人为神，定着几子做了官回来了。哎呀，谢你，带我去接他。慢来，慢来。4次大学，你老大年纪，不去也罢。哎，儿子荣耀会，那天也能去呀。姥姥，是你的儿子总会回来的，不去也罢。阿姨呀，下天下的我那几子儿总算熬出来啦。哈哈哈哈哈！姑啊，昨夜里灯花结花的宝，清晨西洽，叽叽喳喳的叫，我就知道是谁要做大官回来了。果然被我猜中了。哎呀，我去找婶婶去，凭我记载莫为不文章，胸怀大志，不要是连没了过，就是连他是吃八个也容易呀。是啊，真是万万接下去，礼遇得是高，满朝子贵都是得是人啊。是啊，常言说得好，三岁快到老，我妻子平时就自由的，哪能不做官呢？姥姥，你既是3岁快到老，往这里为何次次待他？亏你还说得出口哟。哎，妈妈，你好不懂事。常言说，旁人出小子，你去教一声。我平日里不对他凶一点，他今天做不了这个官，也当不了6国丞相了。哦，此次说来，你可算的是教子预防喽。这也是你妈妈的不喜好哦。哎，他把清楚了个夫人。哎呀，我们是亲族里，呀，这石头难免要打个架。平时里我有看上看呀的，都怪我稍稍脾气不好。婶也是宰相肚里好长帅，不为说一贯精神。婶，那这是警察。我是怕你来到别家去，被人笑啊！来，你不该让吧？嫂嫂，我哪派带这种警察呀？哎呀，婶，这样冷的天，你还要烧什么血？你烧了，他不是雨下来了？来，快请我去喝杯水，暖身子。嫂嫂，你是做什么？哎呀，婶，哦，罗姑夫人来了，罗姑夫人请上座，是我嫂嫂一杯。嫂子是要死掉没水都不起，婶，是真的，啊，是真的。是真的，他做官回来了。是啊，他做了大官回来了。不，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是记者做了丞相回来了。婶，他回来了。啊，当家的呀，你回来了。当家的呀，你回来了。
去接苏丞相回来。苏丞相，苏丞相是啊，这丞相谁都是谁说，必定是妻子兄弟呀。真见的啊不假，未来路过了阳人，气得丞相引轿送进，我急忙去到一间，只见人山人海，连一根筷子也塞不进去。我足迹有二，好不容易进去，只见不上文武不管，就是不见素衣。哦，我常常一人误会他，这丞相可叫素衣。是啊，我就是他的哥哥。谁呀？那一天啊，敌人带我8万10万，他就把我当头一棍。哎呀，看来这出身并非做官。这见的他要是真的做了官，怎么没有快马来报？哪个还会当丞相的哥哥啊？哎呦呀，他几次有伤，都是落魄外乡，怎么一霎时会做落国丞相？再说世上同名同姓的人也多着呢。他要是真的做了落国丞相，他怎么会把这位严夫人都忘掉呢？好，你都真想做夫人了，还不少些去？曾经能是比事态多严了啊！原来你的亲戚呀！对。要回下来，洛阳高上真相迎，世态炎凉神经痛，这种才是不中情，留下他人，留下人，却一群。曾经是你是你心，这门上有人吗？
人家就是神。为中郎君可为王，一把房屋来点睛，府门一户里着地，我是寄人篱下家里的功名夫妻同光苦，亏得我一同乞讨呀。如今我怎能再叫你跑得路面引起高堂？从今以后我出门迎亲，你在家中做饭。今日我已讨来了半碗黄炒面，娘子，你快与我做饭来。王金英娘子，男儿有事间成，落个红霞回家门，长子一人保持恩，你堂堂正正做父王娘子，你是到后堂保护的娘，待我接过兄嫂最后就来。相公，你谁在去接兄嫂我？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兄嫂三月不日出，应保佑必分文，若我曾想用天下，更不用弟兄手多情。必是我身为公卿西小人，独自为世界人情何是病？今日我却做不逆人，为悲留下一段心事人。这门上有人吗？啊，是谁呀？当家庭过来看看。你怎么话直接给，到话题来做什么？上去！哎呀，大爷大娘，谁苦人腹中饥饿，身上而人，万马去一钱一三，4岁一粥一碗，让我暖暖身子，马上去走。好了，没有，去快去！大爷大娘，大爷大娘。我是当家的呀，平时我那几个兄弟心智刚强，怎么今天会偷完回来的呀？这叫做神穷志短言语低，再昂又不昂，偷完就比50强啊！你不是做了官回来了吗？哎呀，兄长取笑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做官嘛？哎，我是
金的青蛙难上天，我的泥鳅难人龙啊！那如果都在想，不也叫宋金吗？哎呀，兄长，同名姓那是同名人，这素琴真比那素琴，真可比你我弟兄同是一母生，兄长夫来笑。同胞手执情，话出永远是一句。思念父兄为家门，你两手空空回来做什么呀？莫非又是下来接你？哎呀，嫂嫂，十弟做生意强扯头，为人妻管一世平，为家再把四数年，来日再去去公营，穷算啥子难抬头，去比是天是开花在道理。哎呀，当家的呀，你呀也不要太小看人了。他不是已经出头了吗？一分作王落花雨，一朝不问天下走，身穿八卦。富贵我万物皆良心苦恨，素门祖宗积德度，青山里落花风香，为家走。哎呀，嫂嫂，你先要取消以后，小弟我不中饥饿，为了私心一足一晚，让我儿儿孙子马上去嫂嫂我送还送起身，送一送还人雨，哎呀雨。这里外观我毛儿麦，你拿去吃吧。啊呀，这毛儿麦是人吃的的呀。穷归我不是，你不要，我还不肯。要的。这关外毛外少少真，如此口不色，快知不邻居。女家老板懂你心，叫父亲永远不中丧子。
哎呀，兄长，小弟我身上而来，还望家姐衣衫与小弟聚会。你家却衣衫是何换的你？还是讲究一点，到里面开路出去取一了壶，暖暖身吧。啊，好。啊呀！这路中胎是何取的呀？那么你家去衣衫是何换的呀？no， 我这里有雨伞一把，全走地呀。哟，你这把菩萨，这里这雨伞水铺，它的骨子还是好的。今日兄嫂4岁1桌1碗一面，他就等小弟做了官，地官高进你为报啊！等你书记做了官啊，我看乾坤都要倒转啊！势利小人势利心，苦叹有眼不识人。须知道将相本是万人夫，乾坤无敌可用为。万口他万的要地，万事夸夸情美。你不见文东那月风世间，我只问男人真文明。兄长你真不你弟兄谁做尽人亏我别走路东是谁我与你一直是让两只身不是百花一条理未免旁人身上端从此有团结谁做结兄长花枝花叶本连根同用同美莫离分修兵富贵清明节莫论弟兄谁做结我这里新建一座小花厅真见得来流去跟中气去说少不是梦本身与从此需要在上门出去哎呀嫂嫂你要我走总得让我见过爹娘得了娘子再走啊好你要进去不难可是你望着师傅的话可还记得我望着是过什么嘞你是主官回来我嫂嫂头顶相还三步一回前来接你谢你嫂嫂美意可惜我今日是落魄晚相那就跟你头顶相还三步一回进出门来什么还要我头顶相还三步一回方可进门是啊哎呀这样说嘞今日我是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固然要回好那你与我取故相还待我与你跪想当初平素生活为好夫人看今生身被6个相印为公卿为今势利心取下君子身嫂嫂小弟我与你跪下了我望着50两银子难买你一跪今日难为你屈下身去嫂嫂我倒要赏你100两银子嫂嫂
如今我今日下跪，也不是人许而不为己。那为什么？这位别你嫂嫂当初一片接力之恩。报代请夫人传达。哪一个夫人啊？如今书本上的夫人啊！都怪你出尽了小邪，都怪你是他不是做怪的想，都怪你叫他出炉中谈，都怪你叫他吃毛儿饭，都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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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阿伯娘哎，我是几个兄弟都个方法是做怪的想我是深深啊个平平是做夫人的你。妈妈，天下没有父不是的父母，唯独妻子面上，你就去江湖神去吧。来吧，姑娘将军。阿娘，你们刚才此次对他，这个情我也没法做了。儿媳妇啊，你当初不是说过，他的祖国回来，你头顶相问，三步一跪去接他吗？哎呀！兄嫂，你们这是何苦来？如今还是旧书情，你几次被为何你？我怕不得三年，富贵金贵是劫人，一朝马是黄金金，自苦遇到。
大知足用心，千两黄金万两银，男女女定相会会进门。母亲妻子爱素琴，功夫大量万人欢，兄嫂朋子同